大家好，我是罗生彪。上一期节目跟大家讲解了望泽修持法的观想、佛坛舍利、夺马供养、金酒供养和心咒等等。今天再继续给大家讲解在持诵望泽心咒时详细的观想部分。望泽的心咒是 Om Benza Viki Bidana Wangsha Guru Om。望泽眷属的心咒是 Om Dharmapala Maharanza Benza Begawan Kamsum Nocho Tamchet Washam Guru Om。以下是持诵望泽心咒时如何做观想和祈请望泽加持的详细解释。观想我们安坐一处，面朝外，在我们的顶冠上坐着一个立体的宗喀巴大师，他只有我们拇指般的大小。宗喀巴大师的身体无比明亮，充满生气，散发出无限量的光芒。从宗喀巴大师的心间发出无量红光，照向兜率天。宗喀巴大师就安坐在兜率天宫殿的庄严狮座上，被弟子和许多空行母围绕。红光照入宫殿中，洒向宗喀巴大师的法座。之后，望泽从法座下方来到我们面前，望泽心间化现出无量红光，每道光的尾端有许多美丽的贡品，如妙玉供的水、灯、花、香、涂香、食物、音乐，这些贡品都供给了诸佛菩萨。观想你所知道的佛菩萨，观想他们对这些贡品都十分欢喜。之后，佛菩萨都化现成为望泽，象征他们对贡品的欢喜之心。接着，望泽的图像如雨滴般降下到你面前的望泽，图像和面前的望泽融合为一。具有怀舍利的望泽骑坐在玉龙上，身发红光，面对你微笑。接着，望泽散发的红光照向十方，光触及极具权威及影响力的人，比如领袖、掌权者，甚至触及世间众神，好加持他们。光触及他们后，他们的影响力、权威和摄受力就在红光里头。光回照望泽，并融入望泽中，望泽因此变得更充满能量了。同时，我们也观想望泽散发的红光照向另一些特定的人群，那些怀有恶意或伤害我们的人，特别难相处的人，不可理喻的人，以及那些我们希望能对他们起正面影响的人。望泽散发的红光不仅照向并触及那些权贵之人，也照向并触及那些我们希望可以改变和影响的人们。我们观想望泽照射的光融入他们，他们的心变得轻盈、柔软、快乐、喜悦。专注的思维，他们的心已经出现转变。感觉那些我们尝试改变的人，他们的心已经出现转变。这时候，我们可以停止观想，然后持诵望泽和眷属的心咒。Om Benza Viki Bidana Wangsha Guru Om。 Om Dharmapala Maharanza Benza Begawan Kamsum Nocho Tamchet Washam Guru Om。 如果我们想继续观想，我们可以观想第三组光。从望泽发出的第三组红光里头，充满了体积微小的望泽、无数望泽的法器、怀舍钩及宝锁，以及无数种子字吽，这些都融入我们体内。数以百万微小的望泽融入并加持我们，这是望泽的身加持，使我们变得具有感召力，变得出众。不管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都会给人留下深刻和正面的印象。我们会因为正面的原因而引起别人对自己的关注。红光里望泽的法器，数以百万的怀舍钩和宝锁也会融入并加持我们，这是望泽的意加持。
种子字 home 的融入，则象征旺泽的雨加持我们。观想旺泽的心咒 Om Benza Viki Bitana Wangsha Guru Om， 以藏文字、英文字或汉字降临到我们面前，加持我们。数以百万的旺泽心咒融入我们的喉间，加持我们的话语，使我们说起话来有说服力，特别动听、流畅，并且具有存在感和感召力。我们应该如此作想：我们已经具备摄受力、魅力、说服力和感召力。我们能改变别人的想法，让他们做好事。我们也应该如此作想：我们已经可以保持自信地说话。我们的话语带有摄受力、影响力，具有威严及改变他人想法的力量。透过以上所述的观想法，旺泽以他圆满正悟的身与意加持我们的身与意。最后，在我们观想的尾端，旺泽融入红光中，然后彻底融入我们，加持我们。这时候，我们观想自己被卵圆形的红光所保护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、任何的伤害、负面的言语、负面的能量、戾气能穿透这个保护层。这是多杰熊灯旺泽的能量。在持诵心咒时，我们一定要升起这样的强烈信心。旺泽赐予我们怀摄负面情况、扭转局面的力量，以及影响他人做好事的能力。能够拥有扭转恶劣局面的能力是一件幸运的事。能获得旺泽的加持，我们是何等的幸运！我们应该如此作想。最后是托付护法祈请文和回向。在结束这项修持之前，最好能念诵由至尊赤江仁波切所撰写的托付护法祈请文。这篇祈愿文中有些部分以比较形象化的文字，嘱托护法消灭怀恨敌。然而，这都只是象征性写法，并非真的指向众生。佛教修持不主张以任何仪式、思想、禅修或行为来对任何人构成任何伤害。这篇祈愿文中的消灭，指摧毁我们内在的敌人，比如我执、自私、牵吝、嗔怒等。因此，消灭怀恨敌听起来虽然相当暴力，实际上却是指我们因这些烦恼而对身边的人所构成的情绪暴力。这项修持的目的是要消灭我们身上这些负面的情绪，或至少让我们意识到真正的敌人其实就在我们心里。当你完成托付护法祈请文后，观想旺泽和宗喀巴大师融入自己，同时念诵观想融入，最后以一个简短的回向来完成这项修持。诚心的回向对我们的修行十分重要。好了，这3个旺泽上、中、下集的视频，就是对旺泽完整的介绍和他的修持法的讲解。大家如果对佛法有兴趣，可以上占图古仁波切的博客 www.tamrinpoche.com/l/cn。谢谢大家。